恭讀馬竇福音5章17至19節。你哋唔好以為我嚟係要廢除法律同埋先知，我唔係嚟廢除，而係使佢哋達到圓滿。我實在話俾你哋聽，即使天地消滅咗，法律上嘅一點一畫亦都唔會作廢，直到全部達到圓滿。所以無論邊個廢除呢啲誡命中最小嘅一條，又教導別人咁樣做，佢將係天國裏邊最細嘅。但係無論邊個遵行呢啲誡命，又教導別人咁樣做，佢喺天國裏邊要成為偉大嘅。福音反省。今日我哋慶祝聖巴爾納伯宗徒嘅紀念，佢號稱安慰之子，佢嘅一生見證咗我哋今日所聽到嘅福音。無論誰遵行這些誡命，又教導別人這樣做，他在天國裏要成為偉大的。巴爾納伯唔係最初嘅12位宗徒之一，但係早期教會喺佢身上邊認出咗真正宗徒嘅心。咁點解呢？因為佢生活喺緊密嘅關係裏邊，佢喺謙遜裏邊陪伴他人，喺佢所到嘅地方帶嚟福音嘅喜樂。佢唔單止以言語，更加係用佢嘅一生遵行同教導福音。天主並唔係咁遙遠。梅瑟提醒我哋，有哪個大民族的神這樣接近他們，如同上主我們的天主這樣親近我們呢？巴爾納伯好了解呢一個神聖嘅親密關係，佢同保祿同行，歡迎被遺棄嘅人，為被誤解嘅人嚟去辯護，喺信徒之間架起橋樑，就好似耶穌一樣，佢冇借住權力嚟去尋求偉大，而係借住慈悲、忍耐同服務嚟去成為偉大。福音提醒我哋唔係被呼召要喺知識上邊變得完美，而係要喺愛裏邊保持忠信。進行同教導呢個意味住要勇敢咁樣面對生命，接受我哋嘅爭讚，並且帶住謙遜而唔係傲慢繼續前行。最佳嘅教導唔係訓話，而係我哋嘅見證，係嗰啲我哋忍受過嘅傷痛同領受過嘅恩寵。巴爾納伯佢冇過度思慮，亦都冇懼怕未知。佢深信喺天主嘅時間裏邊將會一切完成。就讓我哋同樣去做，讓我哋成為親近嘅人，係安慰嘅人，係提拔嘅人，同行嘅人，就算路途係好艱辛。願聖巴爾納伯為我哋代禱，亦都願我哋能夠好似佢一樣，喺渴求希望嘅世界裏邊，成為安慰嘅宗徒。阿們。